到最后，我们团队就是我们共同选择了诚品信义店，就是未来我们24小时的书店会在诚品信义的3楼书店。24小时书店，我们的考虑呢，主要是4个因素，就是交通、面积、业态跟内容。那以台北市中心，我想信义计划区的周边的道路跟公有停车场，以及信义店本身的停车位的数量，都还有后面的地铁站，就是捷运站，都应该是相对交通比较便利的地点。那第二个呢是面积，信义店呢，它的面积有1100平，3楼，而且是在同一个楼层。那以一个24小时书店而言呢，我们希望读者在书店的空间里面不要有太大的那个压迫感，而且空间够大的话呢，它的内容的演绎呢会比较多元性。抱歉，请容我把口罩拿下来。那第3个呢是业态。如果以一个面积够大的24小时书店来讲的话呢，它的业态的多元性是比较有想象空间，而且比较有实践的可能性。那信义店的3楼呢，除了书店之外，还有也是出版品就是影音商品，再加上诚品滋味市集，还可以有一个咖啡，所以业态的多元性呢，也是在所有店里面应该是比较宽广的。那第4个就是内容。那因为有够大的空间，所以呢，我们有17万种的图书，然后有大概22000种的影音商品，再加上诚品滋味市集有大概4000种商品，所以这个是我们当时在决定很多24小时书店里面，我们觉得这4个因素应该是比较重要的，所以最后就选择了信义店。如果用一个字去说明就是为什么是信义而非南西的话，我会说是因为它的想象空间。刚才谈到的是它背景的因素，但是在那样的条件底下，信义3楼书店在未来下一个20年，它可以有的想象空间跟可能性，其实非常非常多元。那另外回应到人道的这部分，我觉得也许我们可以考虑未来特定的，就是时间或天数，我们在台中也许也有24小时营业的可能，但它比较不会是常态性的，可能会比较偏向活动类型的。谢谢。